听江南之声。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8月20日，你说 You say 最想的是。今天的经文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11章1到5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罗马书6章12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位学者我不认识他，但是他讲中了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最想的事。大卫合神心意的这一位，圣经的传记最忠实，不渲染属灵伟人的成功，也不粉饰他们的缺点与弱点。圣经描述神如何对付他们的短处，如何带领他们一步步的向前。圣经人物实在是个借鉴。神知道我们人人都有缺点，问题在于我们肯否让他应付，让他领导呢？今天的经文来到让人觉得有一点真的是只有叹气啊。人啊人啊，人就这样子短短的几节而已。我们今天才读5节，但这短短的5节，那个影响却是非常的长久，而且那个影响，那个迫害力非常非常大。大卫犯了所谓有一位明星说男人都会犯的罪，这句话听起来真的是只能摇头啊。男人都会犯的罪，那么意思是犯了这个罪才叫做男人吗？不是。罪怎么来的啊？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不能容让罪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作王，也就是让罪作王，使我们顺从身体的这个私欲。我们真的要警醒，因为罪想的是让我们快乐。如果这个罪不会让我们快乐的话，我们不会去想要尝那个经过。我们看到今天经文其实是在讲昨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怎么样子带领大卫，所谓的大卫的王朝怎么样打下军事的这个高峰。而在这个打下还没有打下，正在打战哦，还没有完全打下哦。这边就讲过了1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的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扪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人家去打战，他在耶路撒冷。这样看很清楚吧？这一句话，这一节就够我们看那个对比啊。我们就知道现在的大卫情况是松散的。所以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傍晚才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啊。大卫就差人去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
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糟了个高，是吧？就5节，而这5节却是讲了大卫他怎么样子犯罪。我们一开始一看就是，其实那时候正是春天，在打战的时候，在出兵打战。而我们看到今天所介绍跟他有关的约押是他的将领，他也在战场上，而且带人去打听那个妇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以莲也是跟在他身边的哦。他身边的女儿都是他熟识的诶。还有啊，赫人乌利亚，这已经跟着他多久的这个将领呢？但这些都不能阻挡啊。我们知道吗？从这里的记载，我不知道那时候大卫他在想什么啊？我们知道吗？如果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23章34节记载，我们就会知道以莲，因为这个妇人啊是以莲啊，以莲他的职务是大卫的护卫军啊，也是大卫的30个勇士之一。以莲的父亲亚希多弗则是大卫信任而且重用的参谋，而这个妇人，他先生叫乌利亚，是大卫的贴身战士，跟着大卫从年轻时就一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乌利亚这个赫人，从他的名字其实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光。耶和华是我的光，我真不知道这个名字一直出现，耶和华是耶和华的光，耶和华是我的光，是乌利亚的意思。那么大卫去差人把耶和华是我的光的妻子拔示巴带来，他竟然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想做的事，最想的是什么？我们要非常谨慎，好不好？不管我们今天是在什么位置上，看大卫已经在这个军事的高峰上，但我们看到短短5节，这属灵的征战，他与自己内心欲望的征战，激烈的征战，我们看到他输了，他竟然被他心中的那个欲火给得胜了。他应该要选择听神的话，他应该要停止，因为大卫很清楚十诫里面说到不可奸淫，也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但此刻他就像在战场上，属灵的战场上，遇到敌人来了，他竟然弃械投降，放下手中的兵器，把自己交在情欲的手中。哎呀！而且我们知道吗？我们看这个叙述说，当他知道这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她月经才得洁净，除了后来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怀的孕是大卫之外，有这个线索，另外一个就是要告诉我们，大卫跟他同房的时候是根据利未记的哦，他有洁净的条例哦，他是月经才得洁净。哎呀，这个听在那时大卫的耳里呀，或者是他还用这个恶者
他心中的心魔还拿他来欺骗自己说，我没有干犯神给以色列人洁净的条例耶。亲爱的弟兄姐妹，罪恶的罪想的是要我们上钩啊，罪的钩毒钩不是只有顺，它还有倒钩。你只要含进，像鱼钩一样含进那个耳的钩，你再怎么挣扎，那个是倒钩。所以我们罪在我们的门口匍匐的时候，可千万看都不要看它，想都不要想。虽然我不小心看到，但第二眼绝对是错的，不要再看，不要再想，拒绝，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谨慎，不管我们几岁，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来默想，犯罪犹如雪崩啊，往往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从这个章节分析大卫他所犯的罪，他的始末是什么？我是否有轻忽了一些很小的罪吗？并且纵容自己犯这种罪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罪没有分大小，罪就是罪，我们拒绝它就对了。今天我们连接了这一首歌，音乐牧师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但请记住这首歌跟今天经文所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一位神，我们要为他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歌词说，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行，忍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的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得建造。求你不叫你的信实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你快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今天透过大卫最想的事来警戒我们，想都不要想。你告诉我们，想我们就犯罪了。恳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唯有依靠你，你也乐意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靠上。主，你帮助我们度过那所有罪的试探，让我们只有专心想你的事，你圣洁的事，因为我们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帮助我们，愿你的国降临，你帮助我们，愿你的名为圣，你帮助我们成为你的圣子圣民。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帮助我们所做的决定合你心意，可以容神一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开始起，我们只有想神的话语，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一生一世小心谨慎跟随神，对罪说不，严严的说不，想都不要想。主要让我们靠他得胜有余。我们下次见。